大家好，今日係10月22號星期三，咁啊，琴日港股咧就先急升後回，港股恒生指數開市咧升301點，國際指數升124點，科技指數升108點，阿里巴巴、騰訊、小米、中芯國際等上升咁啊開市之後咧就一路上升，升成500幾點嘅，最多升成500幾點嘅，最多升508點。阿里巴巴升4.2%，騰訊升2.6%，中芯國際升6.2%，友邦升2.2%，小米升1.6%，美團升1.86%。咁啊，中概股都升，建設銀行升1.4%，平保升3.96%，中國人壽升7.56%，升幅最大嘅藍籌。但係普馬特跌4.9%，布魯可跌3.6%，密雪集團跌2.96%。上晝收市恒生指數咧係升427點，國際指數升165點，科技指數升154點，成交1507億元。咁下晝咧就早段變化唔大，都係升400幾點，但係跟住咧就一路回吐啦。咁到收市只係升翻100幾點嘅啫。咁藍籌股之中，阿里巴巴、騰訊、中芯國際、匯豐、友邦、平保、中國人壽等都上升。普馬特跌幅擴大到8%，老普黃金跌4.4%，布魯可跌3.98%。蘋果手機銷售理想，手機設備股急升，高威電子升5.9%，優泰科技升4.5%。瑞聲升3.9%，舜宇光學升2.9%。收市恒生指數咧只係升169點，國際指數升70點，科技就升75點，成交2646億元。琴晚咧就美股就個別發展，藍籌股就因為業績好3M。業績好急升，同埋咧 GM 話業績非常好，升成10幾個%，係單日升幅歷來最大嘅升幅道瓊斯升218點，同埋創咗新高。但係咧特朗普咧又話佢可能唔見習主席喎，科技股急跌納斯達克跌37點。ADR 跌175點，夜期跌93點，港股今日會回吐。